来看世界12强棒球赛 B 组预赛，今仔暗时开始比赛。昨伫记者会，台湾队的总教练曾浩久就讲哦，咱的目标是要增进动静，拍出好成绩。队长陈吉贤嘛讲，球员着爱相信家己。今仔暗时对阵韩国，咱是派出林佑明先发，韩国队的先发投手是高英表。 世界12强棒球赛隔5年个举行 ，B 组比赛13开始。除了日本甲澳洲伫名古屋巨蛋进行开幕战，其他比赛拢伫台湾。台湾、韩国、古巴、多米尼加4队的总教练甲队长，拢伫比赛进行记者会叫阵，拢是要拍好每一场去当家。那我相信，我们的球员们，他们都想要利用这次的机会来证明自己。那也希望我们可以，期待我们可以打出一场一场感动的一个球赛。 目标就是前进东京。작년 아시안 게임부터 우리 국가대표 세대 교체를 시작했습니다. 지금 잘 하고 있고 이번도 젊은 선수들이 어떤 대회를 잘 치를 수 있도록 잘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. 赛前记者会人真济，韩国媒体来至少20名，因为台北大巨蛋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台韩大战。中华队队长陈吉贤讲。 韩国队28人名单，虽然26人第一摆拍国际赛，不过能力单拢真好。韩国这几年真是进步真紧，咱也袂输人。面对强劲的对手，基本上我们也不弱啦。当然就是要比了才知道嘛，然后正面去对决才知道。所以我相信上了场选手不会保留，只会全力以赴。我觉得主场优势当然就是。 我们台湾的球迷都会来看我们比赛，这是最大的优势。全力以赴，相信家己。陈吉贤甲詹普夫拢讲，注定优势就是台湾球迷加油，会互对手真大震撼力甲压迫感。这摆预赛期间，中华队比赛全部伫台北大巨蛋的暗时，甲古巴同款，拢无需要连拍4场的球队。一般认为对球员调度、投手体力拢真有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